各位，你哋係咪覺得個天專登玩你？次次你買大，佢就開細；你一縮，佢就連開10鋪長莊嘢，好似個天裝咗鏡頭望住你個口袋咁。我喺濠江坐咗幾十年，見過無數人喺張台面前喊苦喊忽，話自己運滯，今日撞邪。有人攞住沓金牛衝入嚟，3個鐘之後除剩條底褲走，仲要擰轉頭話門口嗰隻石獅子擺錯位，卡住佢，都笑而不語，心諗你連自己個佬點樣背叛你都唔知，你憑乜嘢贏錢？我今日就話個真相俾大家聽，呢個世界冇運滯，只有腦殘。你輸錢唔係因為運氣差，係因為你中咗個最毒嘅屠哨誤。想知點樣執返條命？坐低聽我講。你以為連開10鋪莊，第11鋪閒嘅機會就會大返？錯到離譜！你副大佬天生就係個識得作古仔嘅騙子，專門將一堆亂七八糟過嘅獨立事件串成一個有頭有尾嘅故事。我話你知，喺數學嘅世界入面，每一鋪開牌疾和都係一個全新嘅獨立事件。前面嗰10鋪莊，甚至前面嗰100鋪莊，對第11鋪嘅概率連0.00001嘅影響都冇。開閒嘅機會由頭到尾都係嗰個百分比，冇多過，亦都冇少過。你覺得一定要出閒啦，純粹係你個腦忍受唔到隨機性，硬要喺虛無之中揾一個規律出嚟。呢種錯覺，心理學有個名叫做兜途兜誤，但我中意叫佢做自作多情嘅代價。你以為你睇穿咗個走勢，其實你只係對住一連串嘅隨機數字發花地。我以前喺威尼斯人睇住個場，最中意就係你呢種追落後嘅客。你企喺張台隔離，眉頭緊鎖，對住個路子又畫又剔，嘴裏面不斷重複同一句說話：牽掛，唔會咁邪掛。我嗰陣時坐喺上面望住閉路電視，嘴角就不自覺咁翹起。點解？因為你越覺得應該出，又加注越重。你嘅注碼會由1000變1萬，1萬變10萬。你唔係喺度鬥概率，你係用真金白銀去買一個你啱嘅感覺。知唔知你最終輸俾邊個？你唔係輸俾概率，你係輸俾你自己個腦。個腦同你講今鋪實食冇黐牙，你個荷包就跟住跳崖。你以為莊家好驚你贏錢？我同你講，莊家最驚嘅唔係你贏，係你唔玩。只要你企得喺張台度，只要你個腦仲相信有路呢樣嘢，你嗰沓錢只係暫存喺你台面，好快就會游過隔離。鬥場最中意邊種人？就係嗰種贏咗3鋪覺得自己係賭神，輸咗2鋪就衝去櫃員機撳錢嘅人。佢哋將所有結果都歸咎於運氣。贏錢係今日好運，輸錢係今晚黑仔。但呢個世界上根本冇運氣呢樣嘢。呢2個字只係一個虛構出嚟嘅垃圾桶，用嚟裝晒你自己嘅判斷失誤。你聽過到場最經典嗰句說話未？我不怕你贏錢，只怕你不來。你以為佢哋講笑？呢句話係用幾百年嘅血淚同算術濃縮出嚟嘅終極真理。因為只要你仲抱住運氣呢個概念，你就會不斷翻嚟，將贏翻嚟嘅嘔翻晒出嚟，再將自己副身家倒埋落去，贏10次都只係贏一粒糖。但只要你輸1次，你就會輸間廠。呢條數你唔使讀過大學都識計，但點解
咁多人計唔掂，唔係，因為佢哋淨係掛住睇個天，從來唔識睇自己。你試過幾多次？因為覺得一定會出兒重注，結果輸到想跳海。試下，而家喺下面留言話：我知你當時買緊乜，我話你知你當時犯咗乜嘢邏輯錯誤。我見過有人連續追咗9鋪單跳，輸到成塊文墨晒，仲要同個荷官講：你信我呢鋪一定斷行。結果呢，佢將3個月嘅薪水推晒出去，換嚟一張證明佢錯得好離譜嘅卡牌。又有個師奶拎住本寫到花晒嘅筆記簿，話佢研究咗3年嘅莊閒規律人和，結果1個鐘頭唔使就喊住走。佢哋全部都犯同一個錯誤喎，將隨機當命運，將巧合當啟示。你今日記住我一句說話：如果你覺得下一鋪會贏，你嘅感覺9成都係錯嘅。真正嘅贏家從來唔信感覺，佢哋只信一樣嘢，就係紀律咧。嘢和講完表面嘅嘢，我而家同大家唔開層皮，睇清楚張台底下嘅骨髓。你以為做場最犀利嘅武器係啤牌，係骰仔，一部洗牌機？錯晒。到場最犀利好使嘅武器係你手上面嗰張免費派嘅爐子。你行入任何一間鬥場，無論係舊葡京定係新濠天地，台面一定整整齊齊擺住幾沓爐子，旁邊仲有削好嘅臨筆間尺，甚至天花板掛住幾十間嘅電子路板，紅藍相間，靚到好似一幅抽象畫。你以為佢哋咁好心驚，你記唔住開牌，結果傻仔嗰啲路子就係動咗你上蛙嘅魚渠，你越畫得詳細，你就越中得深。乜嘢大路、小路、蟑螂路、名堂多多，全部都係精心設計嘅心理陷阱，引導你個腦去一個虛幻嘅世界，嗰度有規律、有走勢、有得計。但現實世界只有一個殘酷嘅事實，每一鋪都係全新。上一鋪嘅結果已經化灰，對下一鋪毫無影響。你對住張路紙又剔又畫嘢，其實同對住塊牆睇水節幻想出一個美人一樣，純粹係你個腦忍受唔到隨機，夾硬要創造秩序出嚟。講起計路，一個人呢個係我喺舊葡京年代親眼見過嘅經典水魚。我叫佢做陳博士。點解叫博士？因為佢真係拎住個博士學位，讀統計嘅，自稱可以用數學模型破解百家樂。佢拖住一個閪嚟，入面全部係佢自製嘅圖表同電腦打印嘅數據。佢包咗張貴賓台，連續3日3夜冇離開過。淨係靠咖啡同3文治吊命。佢對住路子嘅眼神，好似科學家對住顯微鏡咁狂熱。佢話佢揾到單跳嘅節奏，仲話根據佢嘅計算，某個特定組合出現嘅機率低過1%。只要佢等嗰個組合出現之後，就重注追對面，長玩必勝。頭2日佢真係贏咗少少次學和大概幾十萬。佢嘴角嘅笑容自信到好似已經將賭場嘅金庫鎖匙袋入袋。但到咗第3日夜晚，奇蹟出現，或者話噩夢出現，個牌路完全已犯佢所有預測。佢等到嘅必勝信號出現之後，佢重注推晒啲籌碼過號。點知對面照開，佢追多鋪又開對面，再追再開，連續7鋪鋪鋪都同佢個預測相反。佢對住張路子，成個人震晒，頭嘅汗滴到張台上面。佢瘋狂咁擦掉之前畫嘅記號，重新再畫。但點畫
都畫唔出一個合理嘅解釋。最後一鋪切和，佢將剩低嘅所有錢超過200萬一次過推出去，嗰鋪開咗個和，佢成個人彈起身，將張路紙撕到粉碎。什麼？當住全場面嘅人咆哮：你哋出遷呢個世界冇可能咁樣！然後佢側坐喺地，雙眼空洞，好似靈魂俾人抽走咗。後來我聽講，佢輸咗間樓，老婆都走埋。呢個就係計路嘅下場。你以為你計緊概率，其實你只係喺度同自己個腦玩緊一場必輸嘅遊戲。大數法則呢樣嘢，我讀中學嗰陣已經識嘅，但係要親眼見到佢喺現實中點樣摧毀一個人，你先會真正感受到嗰種殘酷。莊家使鬼出遷咩？佢哋堂堂正正坐喺度，淨係靠個道場優勢，再加埋你個腦入面嗰個道徒修五，就已經夠殺有突。你玩得夠耐，你嘅心理就會開始變形，好似將一塊鐵不斷屈曲咁，最後一定會斷。初初你輸錢，你會話唔緊要，當交學費，輸多幾鋪。你會開始質疑自己嘅判斷，再輸落去，你就會進入一個追數模式。個腦會同你講：呢鋪一定要贏返，否則我點對得住自己？於是注碼越推越大，但同時你嘅判斷力就越嚟越差，因為你已經唔係用邏輯去諗嘢，你係用恐嚇同貪婪去主導一切。當你開始懷疑人生，問自己點解個天要咁對我嗰一刻，就係我收割你嘅時候。知唔知點解賭場永遠都咁光猛，冇時鐘冇槍，就係要等你失去時間感，等你忘記咗自己玩咗幾耐，等你嘅心理疲勞累積到頂點，自然會犯錯。你以為道場贏你係靠啤牌嘅點數，唔係，道場贏你係靠你個腦嘅弱點，靠你越輸越唔忿氣，越唔忿氣就越想追，越追就輸得越多。呢個循環完美過任何數學公式。而你平時入去係咪一定要執住賬路紙計，倒懶專業咁留言話我知？你覺得睇路真係有用，定係求個心安？而我睇下呢度有幾多路子大師，我敢包保10個話睇路有用嘅人，9個都答唔出點解有用。佢哋淨係會同你講，我覺得有規律，我上次跟住贏咗錢，呢啲就叫做確窮寧偏誤。你贏嗰次就記住，輸嗰30次就選擇性遺忘。你以為你嘅經驗係證據，其實你嘅經驗只係一堆雜訊入面你揀嚟睇嘅片段。真正嘅贏家從來唔會對住張路紙皺眉頭，佢哋只會望住自己嘅注碼，望住自己嘅時間，望住自己嘅情緒。佢哋知道條路點話都冇用，因為下一張牌嘅數值唔會因為你畫咗條紅線而改變。我當年喺管理場地嗰陣，每日都企喺2樓嘅監控室，隔住快單面鏡望住下面成群嘅客。我見過有人贏到笑哈哈，結果一個唔該將所有贏嘅嘢嘔翻晒。我見過有人輸到喊，愁喺度。求何官開多鋪好牌俾佢，我從來都唔覺得佢哋可憐，因為我睇到嘅唔係不幸，而係愚蠢。佢哋每一個動作，持一個決定，都係按照我哋寫好嘅劇本去做，追佬、加注、沉住氣，最後清袋。但我亦都見過極少數嘅贏家，佢哋嘅特徵好一致，唔睇路子，唔信走勢，每一次落注嘅金額都一樣，
贏夠某個數就起身走，輸夠某個數又起身走。完全當自己係一部自動販賣機咁運作。佢哋贏嘅錢唔多，但佢哋贏嘅次數多。你以為佢哋好叻？賊和！佢哋只係明白一個最簡單嘅道理：呢個世界根本冇規律可循，唯一可靠嘅就係你自己設定嘅規則。你夠膽背叛你個腦，就有機會企得住。你繼續做個腦嘅奴隸，你嘅下場就會同嗰個陳博士一模一樣，甚至更慘。記住我今日講嘅嘢，場內冇神，只有心理收割。你以為你喺度同莊家鬥，其實你由頭到尾都只係同自己個腦鬥。邊個先係你最大嘅敵人？唔係荷官、球場，係你耳仔邊嗰把不斷同你講金鋪實贏嘅聲音。你制服到佢，你就贏；你制服唔到，就永遠都係張台上面嗰條最大嘅水魚好。講到最後，我直接俾3把刀，大家傍身。呢3把刀冇花巧，冇捷徑，仲咪喺我眼睇住無數人輸到甩褲之後，用血淚濃縮出嚟嘅保命招數，你袋得入腦，以後邊個場都喐你唔到。你聽完當耳邊風，而等到聽日你今晚瞓覺前撳電話睇下個戶口結餘，你就知味道。動作1，我叫佢做斷開聯繫。或者你可以叫佢做廁所重置法。你記住我一句說話，當你個腦開始同你講下一鋪一定出嗰一刻，就係你個腦最想你死嘅時候。呢個信號一出現，你嘅腎上腺素會跛隻手，會不自己覺咁揸實個籌碼，你嘅瞳孔會放大，你會覺得成個宇宙嘅能量都會聚喺呢一鋪上面。呢個就係陷阱嘅正門，你行多一步就跌入森林。我嘅忠告係即刻起身。乜嘢都唔好諗，行去廁所。你唔好睇小呢個動作，佢係你同個腦之間嘅一場政變。你企喺洗手盆前面，開大個水喉，正和。用凍水猛咁頹塊面，配到成個頭濕晒，然後望住塊鏡入面嗰個滴緊水嘅自己。你望真啲，你見到嘅唔係一個賭神，見到嘅係一個差啲俾自己大腦謀殺嘅傻佬。呢個動作嘅目的就係要斬斷你大腦對頭先嗰幾鋪牌嘅所有記憶，等嗰啲裝閒閒嘅畫面，好似錄影帶被洗帶咁一乾二淨。你要強行將自己由嗰個規律幻覺嘅平衡時空拉翻出嚟，和翻到現實世界。現實世界係點？現實世界就係呢塊鏡、呢滴水、呢個凍到醒神嘅感覺。當你抹乾塊面嗰陣，和你個腦入面嗰條追數嘅神經線就會暫時休眠。你就可以用一個相對理性嘅狀態去決定下一步。記住，侵我呢個動作唔係叫你投降，係叫你奪翻你大腦嘅控制權。你如果連起身行開都做唔到，你根本就冇資格坐喺張台度。動作2就係注碼對數，亦即係要你同你嘅氹男進行一場疑犯人性嘅對抗。絕大部分嘅人一輸錢，個本能就係加注追翻。呢個叫做馬丁格爾策略。聽個名好似好科學，其實係最害人不淺嘅自殺式襲擊。你輸咗1000，你就買2000，輸咗2000、4000。你個腦同你講，只要贏翻一鋪，之前輸嘅全部翻嚟，仲有賺。你覺得自己好聰明、智能，
但其實你係將自己嘅身家放喺一個無限深嘅無底洞上面。你知唔知連續開10鋪同一邊嘅機會有幾高？遠比你想象中高。和一旦你撞正，你嘅注碼會以幾何級數咁膨脹到你嘅口袋頂唔順，嗰陣時你就會輸清光，連翻身嘅本錢都冇。和我教你嘅方法好簡單，就係平注或者縮注。咩叫平注？即係你由頭到尾都買同一個數目，1000就1000，10000就10000。贏咗唔開心，輸咗唔肉赤，將你嘅情緒波動壓到最低。咩叫縮注？就係當你輸咗幾鋪之後，你唔係加注，反而係冚住，翻一半，甚至1/3。你會問我，咁咪永遠追唔翻啲損失？你問得啱，因為你個腦仲未跳出追數嘅思維。話你知一個殘酷嘅真理，你輸咗嘅錢，大部分情況下係追唔翻嘅。你越追，只會輸得越多。你嘅目標唔應該係追返損失，你嘅目標應該係停止流血。你將注碼縮細，等於幫傷口止血，等你嘅心跳回復正常，等你嘅判斷力翻嚟。記住，鬥彩上面嘅輸贏，從來都唔係睇你邊一鋪贏得大，係睇你邊一個企到最後。你見唔見到嗰啲贏到大錢嘅人？佢哋嘅注碼永遠都係平平穩穩，佢哋唔會因為連贏幾鋪就飄然推晒副身家落去，因為佢哋知道狂妄自大嘅下場就係一夜回到解放前。動作3係最難執行但最有效嘅殺著，叫做時間斷尾。呢個動作同你贏定輸完全冇關，佢只同一個字有關，就係時間。你入場之前拎起你隻手粒，或者睇下你個電話，設定一個時間，3個鐘又好，5個鐘又好，你自己決定。但你要對天發誓，時間一到，無論你係贏緊10萬定係輸緊20萬，你都一定要起身走人，冇任何例外。呢個動作嘅目的就係要喺你個腦進入自動駕駛嘅迷惘狀態之前，用一道硬性嘅圍牆攔住你。你知道一個人喺鬥場入面注意力嘅極限有幾耐？大概就係2至3個鐘。過咗呢個時間，就唔係你嘅決策能力會直線下降，你會開始亂買，開始信直覺，開始覺得是但啦。呢個時候你唔係喺度賭博劫備學喎，你係喺嗰度賭錢落海。所以你要用一個物理上嘅規則去強制中斷呢個過程。個鐘一響，你就當自己係一部機器咁，先熄個開關，起身將籌碼做返做現金，頭也不回咁行出去。你唔需要理會身邊人嘅目光，唔需要理會再玩多一鋪啦嘅引誘。你只需要記住一個畫面：當你行出同場大門嗰一刻，你呼吸到第一啖新鮮空氣，你會發現你嘅腦袋突然間清醒晒，你會慶幸自己頭先冇再追落去。呢種感覺比你贏任何一鋪牌都更加實在，更加有安全感。我見過太多人就係因為贏緊唔想走，輸緊唔忿氣走，結果由贏變輸，由輸變奸堂。你記住，賭台上面嘅錢，一日未兌現，一日都只係數字，但你袋入面嘅錢，每一張都係你嘅命。時間斷尾就係幫你將啲數字變成真正嘅命。呢3個動作，你覺得邊一個最難做到？留言斷開注碼或時間，係如果你連呢3個動作都做唔到，
和我勸你以後都唔好再入去，因為你連最基本嘅自我控制都做唔到。你入到去唔係賭錢，你係去送死，心利喎。你唔好同我講話，我控制到，你控制到嘅話就唔會喺度睇我呢條片。你早就贏到盤滿缽滿，唔使聽。我在呢度 man 度承認自己嘅弱點係贏嘅第一步，死撐自己冇問題，係輸嘅最後一步。講到呢度，我要同大家講一個古老但永遠即用嘅真理：賭博無必勝，長賭必輸。呢句說話你聽到厭，但真正明白嘅人有幾個？這博嘅本質就係一個負期望值嘅遊戲。你玩得越耐，你嘅數學損失就越大。呢個係鐵一般嘅事實，冇人可以改變。但我想你明白另一樣嘢：人生博弈有必勝，人生嘅賭台遠遠大過賭場嗰張綠色插布台。和你每一次決定、每一次選擇、每一次堅持或者放棄，都係一場賭博。而喺呢個更大嘅賭局入面，必勝嘅法門只得一個，就係戰勝你自己嘅貪念同禁悟。你能夠控制到自己嘅情緒，能夠喺最混亂嘅時候保持清醒，能夠喺最誘人嘅時候轉身離去，就已經贏咗90%嘅人。你唔需要贏過個莊家，你只需要贏過昨日嗰個衝動嘅自己。我今日講咁多，唔係想你發財，因為冇人可以保證你發財，連我都唔得。我講咁多，只係想你唔好再做水魚。我見住幾十年嚟，又一批嘅水魚游入嚟，然後俾人送到乾乾淨淨咁抬出去。佢哋臨走嗰陣，仲要鬧個天，鬧個荷官，鬧張台風水唔好，都唔會鬧自己。你今日聽完我呢3集，如果你仲係覺得自己輸錢，係因為運滯，係因為黑仔子和，咁我就真係幫你唔到，你好自為之。但如果你有一刻覺得我講嘅嘢有道理，覺得自己嘅大腦真係會呃自己，咁你已經踏出咗改變嘅第一步。今日呢篇深度心法夠你受用一世。我將我幾十年唔嚟睇住人跳坑嘅經驗濃縮成呢3部分，賣廣告亦都唔係教你出千，純粹係一個老人家用把口幫你慳返啲血汗錢。下一集我會講更加驚人嘅籌碼心理學，教你點樣一眼睇穿身邊邊個係贏家，邊個係敗家仔。贏家行出嚟嘅氣場係點樣？敗家仔未埋台之前有邊啲小動作出賣咗佢？呢啲嘢外面冇人會同你講，因為講咗就冇水魚。未訂閱嘅朋友，快手撳咗佢，開埋個小立洞，咁你就唔會錯過下集嘅精彩內容。記住，贏家永遠係嗰個最後肯起身走人嘅人。你嘅尊嚴同你嘅錢包，都係靠你對自己嘅承諾去守護。下次再見，希望到時你已經唔係坐喺張女前面，而係企喺側邊，直視住望住另一個傻佬對住張路紙畫畫。